錶錶冷知識 Watch Here。進入21世紀，雅典錶嘅創新之路從未止步。2001年，雅典錶推出震撼錶壇嘅 Freak 奇想腕錶，以冇錶盤、冇指針、冇錶冠嘅設計，直接以卡羅素機芯顯示時間，打破傳統腕錶嘅框架。佢哋更率先將電子工業用嘅矽材質引入高級製錶，降低摩擦，提升穩定度，徹底改變機芯結構嘅可能性，改寫腕錶嘅定義。同年推出嘅 Echo Perpetual 萬年曆潛水錶展現雅典強大嘅技術，創新地將極其複雜嘅萬年曆功能置入200米防水嘅潛水錶中。2009年，雅典錶再次顛覆我哋對天文腕錶嘅想象，推出 Moonstruck 月之狂想，以俯瞰北極嘅視覺，同步呈現太陽、地球同月球嘅運行關係，並精準顯示月相同潮汐變化，將宇宙運行規律濃縮喺一隻錶裏面。2011年，雅典收購 Dance Padurance 珐琅工坊，抗腐蝕性嘅大明火珐琅工藝亦成為 Classical 同 Marine 系列永不褪色嘅白嘅視覺靈魂。其中2013年推出嘅 Classical 815型號就係一大代表。2020年 BLAST 鏤空陀飛輪問世，係品牌首款搭載自動上鏈鏤空陀飛輪機芯嘅錶，並引入微型擺陀技術。設計靈感源自隱形戰機，錶以模擬戰機機翼嘅幾何切面，係品牌正式進軍超級運動錶領域嘅代表作。2021年嘅 Diver X Peloton 首創將高階鏤空工藝同潛水性能結合，以巨大 X 結構同鈦金屬打破潛水錶厚重嘅傳統印象。2022年 BLAST 月之狂想將經典嘅天文複雜功能融入 BLAST 嘅現代錶殼中，取代咗過去較為斯文嘅經典樣式，令到睇起嚟更具科幻感。同年 DiverNet 正式推出，採用回收漁網同航空吸碳纖維打造錶殼，將深海探索轉化為守護海洋嘅環保行動。2025年，雅典錶推出最輕嘅潛水錶 Diver Air 全錶只有52克重，而且機芯唔夠10克，將專業潛水錶嘅佩戴感推向輕盈極限。由航海中到前衛機械錶，雅典錶由傳統嘅航海之王搖身一變成為製錶世界嘅創新先鋒。雅典錶一直用時間為世界指引方向。